頻道僅做港澳近代商業豪門權謀歷史科普，絕不鼓吹任何博彩行為。博彩會引發巨額財務虧損、家庭破碎、債務橫生等嚴重危害。各位觀眾理性觀看，主動遠離一切嘅賭博活動。歡迎返嚟賭哥全知解 EP23。前面22集由資產信託4房分立人脈無法繼承，接班人溫室陷阱，再到上一集講透人情與利益的商場底層邏輯，一路拆解落嚟，要發現一個共通點：頂層富豪看似每一步都係真理搶機遇、搶市場、搶牌照，真正撐住家族幾十年不倒，跨越無數金融風暴、政策動盪、行業洗牌嘅核心能力，其實唔係識點賺錢，而係識點輸。有人做生意、投資落業，永遠優先諗呢單嘢可以賺幾多，回報有幾高，獲利速度快唔快。但真正嘅千億掌門人、頂層商人出手之前，永遠先問自己一句：我最壞可以輸到幾盡？我輸唔輸得起？一旦全線爆雷，我仲有冇底盤翻身？今日呢一集，我徹底講透富豪最隱藏，從來唔會公開，教普通人嘅核心思維：先立不敗，再求獲勝。所有頂層佈局、資產拆分、多賽道佈局、現金儲備、風險隔離，全部都源於呢一句心法。好多人睇豪門歷史，見風光，見溪王，見一次次拿下大項目，見身家不斷膨嘅。大家以為富豪係膽大、敢搏、敢落重注先可以發大財，但其實真相完全相反。想靠勇氣賺錢，頂層靠規避風險守住財富啊！你睇市面93呢，創業失敗、投資爆衝、生意一夜清零、家庭由富變窮嘅人，通病全部一樣，計算贏嘅收益，從來唔推演輸嘅代價。絕大部分普通人嘅思維係單向度嘅，永遠睇收益、睇利潤、睇機會，覺得機會稍縱即逝，博就冇，於是將本金、現金、積蓄，甚至借貸、DV 呢，全部壓落同一個賽道、同一個項目、同一個行業，運氣好，行情順，短期賺得好快，即刻自信心膨盈，以為係自己能力強、眼光獨到啊！一旦市場逆轉、政策變動、行業寒冬到來，任何緩衝，冇任何備用底盤，冇任何逃生通道，一次風浪就足以清零。所有積累，但豪門嘅運作邏輯喺雙向度計算。一生經歷過戰後重建、經濟起飛、股市狂升、金融風暴、政策收緊、行業重組、疫情動盪。我見過無數一夜暴富嘅人，見過更多一夜翻貧嘅人啊！最後我總結出一條鐵律：市場永遠唔缺賺錢機會，但一個人一生能夠承受嘅失敗次數極之有限。輸一次元氣大傷，輸2次負債紅啊，輸3次人生基本冇翻身機會。所以頂層佈局嘅第一優先項，從來唔係最大化利潤，而係最小化毀滅風險。比較翻歸睇，我早年搭建嘅整套家族體系，你就會發現每一步都係為咗防止一次性死局。點解要做家族信託？唔係為咗避稅，係為咗炫富，而係將核心底盤鐵底鎖死。無論後代幾失敗、幾揮霍、幾投資失誤、幾被人欺騙、幾遇上財務危機，呢一部分資產永遠唔會被凍結，唔會被清算，唔會被敗光。呢就係最後嘅安全底盤。點解要4房分立、多賽道佈局？唔係為咗製造內鬥，而係絕對唔將所有命運壓住同一條路。如果成個家族所有人、所有資金、所有資源、所有重心全部供死在單一產業、單一市場、單一政策之上，一旦行業俾洗牌政策收緊，市場崩塌，
成個家族就會連根拔起，一鋪清黨，防四賽道。本質就係風險對沖，呢一邊下行，另一邊可以上行。呢個行業遇冷，另一個行業可以補充收益。呢一代經營出錯，另一支可以穩定輸出，看似分散資源，實際上係守住家族跨週期生存嘅最大底牌。好多普通人看不懂呢一步，以為分散投資會替博收益，唔夠集中，唔夠搏殺。其實普通人先至最中意 all in， 富豪永遠唔 all in。一句最真實、最扎心嘅商場真相：窮人同中產輸得起時間，輸唔起本金；富人輸得起利潤，輸唔起底盤。普通人嘅本金有限，一旦輸光，再冇機會翻身。富豪嘅本金龐大，但一旦底盤崩塌，名聲、信用、社會地位、融資能力全線倒塌，比梯錢更加致命。喺頂層風險思維，永遠遵循一個黃金順序：第一，保住基本盤不死；第二，留存充足現金流應對突發危機；第三，多餘閒錢去博弈谷回報機會。呢個順序千祈唔好搞反。99%失敗者都係將第三項擺第一，將第一項完全忽略。好多人成日問我：啲大佬永遠有現金，點解危機嚟臨嘅時候，普通人恐慌割肉，大佬反而低位抄底？答案好簡單，普通人永遠滿倉，永遠賣，永遠把錢用盡；頂層永遠預留安全邊際，永遠手上有彈藥。順市嘅時候，你睇唔出差距。人人都賺錢，人都威水，人人都覺得自己好犀利。但逆市來臨，風浪襲擊，市場殺跌，政策突變嘅時候，真正嘅差距先會鐵底拉開。滿倉搏殺嘅人，次波動就爆衝斷臂，梯選出局。留有底盤，留有現金，留有備用。賽道嘅人唔會死。可以有便宜擴張版圖，吞併對手，低位佈局。商場真正嘅大賺從來唔發生喺行情最熱、人人瘋狂嘅時候，真正嘅階級跨越發生喺危機、恐慌、別人崩盤嘅時候。而能夠喺危機中出手嘅唯一條件，就係你之前冇透支、冇 all in、冇用盡所有氣力啊！我再講一個好多生意人一輩子都唔透嘅道理：風險從來唔係你睇到嘅危機，而係你睇唔到嘅隱患。你見到嘅風險，人人都見到，市場已經提前定價，其實唔致命。真正殺死人嘅，永遠係突發、未知、從未預判嘅黑天鵝。突變、行業整頓、資檢鏈斷裂、核心合作破裂、突發輿論、突發疫情、突發戰局，正因為未知，所以先需要提前佈局防啦。普通人嘅心態係冇事發生就等於永遠安全，頂層心態係今日冇事只係幸運，唔代表明日安全。永遠以最壞情況做預案，可以享受最好嘅結果。好多年輕人、莊嚴者、小老闆最中意講一句話：撐死大膽，餓死膽小。呢句說話毒害咗無數人。現實商場從來唔係大膽者贏，而係穩健者長存。大膽可以令你短期爆發，但只有穩健可以令你代代傳承。你見過幾個靠民用搏殺、滿倉 all in、長期屹立不倒嘅富豪？幾乎冇。所有能夠活過幾十年風浪、跨越幾個經濟週期嘅家族，一年呢個全部都係極度敬畏風險、極度懂得收手、極度懂得留底盤嘅人啊！再極藏我之前講嘅接班人嘅教育，大家可以鐵底打通整套邏輯。解溫室長大嘅後代守不住基業，因為佢哋從來冇經歷過近臨書局嘅恐啊！佢哋只知道賺錢嘅快樂，未體會過資金斷裂、項目爛尾、合作崩塌、四面楚歌嘅壓力。
冇經歷過輸局嘅人，永遠唔識得留底盤；冇見過崩盤嘅人，永遠過度自信、過度樂觀、過度敢搏。所以我先強調，接班人一定要試錯，一定要承受可控失敗，一定要知道錢難賺，風險無處不在。真嘅富豪繼承，從來唔係繼承錢，而係繼承一套風險控盤思維。錢只係工具，思維先係底鏈啊！冇呢套思維，再多資產都會慢慢耗散。有呢套思維，就算暫時落敗，都有機會東山再起。我再同大家講一個頂層圈子先懂嘅秘密。所有穩賺嘅生意係先鎖定下限，再追求上限。下限唔穿，你就永遠唔會出局。上限幾高，純粹睇時運、睇機遇、睇行情。普通人做生意、做投資，要追上限、貪暴利、貪快速翻倍。頂層做生意、做佈局，永遠守下限，防崩塌、保生存。長期積落嚟，差距就會係幾十倍、幾百倍。好多人仲有一個誤區，以為保守就係懦弱，就係唔夠魄力，就係賺唔到大錢，完全錯。真正嘅保守唔係唔敢出手，絕對唔做致命出手。可以出手，可以試錯，可以佈局，可以擴張，但永遠唔會將自己逼到絕路。永遠唔會斷掉所有後路，佢唔會透支核心底盤。有後路嘅人先敢前行，冇退路嘅人呢，只會一路慌亂，一路被情緒操控，一路被市場收割。我見過太多人呢，來有好好嘅生活，好好嘅生意，好好嘅積蓄，就係因為一次過度自信，一次唔想錯過機會，一次想博大錢，直接 all in 家田啊，本盤皆輸，債台高築，人生逆轉。呢啲悲劇全部都可以用一句話總結：忘記留底盤，高估自己運氣，低估市場殘酷。我將呢套頂層房理心法轉化為普通人都可以用嘅3條鐵律，無論你壯業打工投資做人都即用。第一，願保留10%，絕對不動用嘅安全資金。無論行情幾熱，機會幾好，身邊人賺得幾瘋，呢筆錢永遠唔搏、唔投、唔借、唔動，係人生最後嘅救生衣。第二，永遠唔將人生所有希望壓住單一賽道，唔好將所有時間、精力、資金、人脈都共死喺一份工、一個項目、一個行業、一個人身上，單點依賴就等於單點死亡。第三，所有決策先推演最壞結果。最壞結果你承受唔起，無論收益幾吸引，一律放棄。承受得起先再諗盈利。呢3條規則睇落簡單，但99嘅人一輩子都做唔到。因為人性永遠貪婪，永遠鬧譜，永遠覺得自己係幸運兒。但頂層博弈從來唔靠鬧譜，只靠規則。我總結一句貫穿整個豪門傳承嘅終極心法：普通人靠機會致富，頂層靠房可首富。機會決定你飛得幾高，房可決定你跌得幾低。要大膽追求上限，但必須永遠守住下限，能夠控制自己唔死，你自然會成為最後贏家。下一集EP24，我拆解豪門最恐怖嘅人心控局術。點解頂層從來唔輕易暴露底牌？點解越有實力嘅人越懂得藏藏欲藏底牌？正嘅權謀從來唔係攻擊，而係隱藏。大家評論區留言啊！你覺得做人做事大膽搏殺重要，定係穩守底盤更重要？呢種頂層商業權謀思維，記得點讚、轉發、訂閱頻道，唔好錯過後續重磅拆解。本內容僅作港澳近代商業歷史科普，認可任何博彩行為。博彩伴隨嚴重財務風險與家庭危害，請所有觀眾遠離一切形式賭博。